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阿卡。我哋依家去睇咧葵涌嘅美順工業大廈，先有個大堂睇戲先，有冷氣，啲企理乾淨嘅。行落幾級咧就有一部客 lift 噶啦。呢邊係停車場入口，入口嘅高度大概3.2米度啦。佢最大可以入14噸車嘅，冇貨台。所以落咗貨之後咧，司機需要喺呢個位拉啲貨落嚟呢邊，再上貨 lift 嘅。貨 lift 最高載重量係1590公斤。我哋上到嚟參觀呢個單位，建築面積大約係4638尺，有裝修嘅。右手邊會見到個茶水間，再行入去就係洗手間啦。呢度有個細嘅儲物房仔，可以擺下啲紙巾啊，或者係清潔用品、洗手盤同埋2格嘅廁所。出返嚟啦，呢度可以做個接待處，再入去呢度就可以俾同事辦公嘅地方。上面已經有晒天花冷氣㗎啦。辦公嘅大廳位置有3部嘅天花冷氣啦。呢個可以做老闆房，上面都有部天花冷氣嘅，有少少嘅櫃仔。側邊呢個位呢，可以利用做返個會議室，有部窗口式冷氣機喺度。呢度有個房仔，上手用戶要嚟影產品相嘅。側邊有個細嘅貨倉。有少少嘅貨架，貨倉位置就冇裝冷氣啦。呢度係產品展覽廳啊，牆身上面都係一啲架啦，要嚟掛一啲嘅產品做展示嘅。鋪咗地氈，有幾部嘅天花冷氣。以上嘅裝修，如果新租客唔適合嘅話呢，都可以重新再執個裝修嘅。呢度係另一個嘅細貨倉嘅位置。歡迎大家聯絡我阿卡朱小姐過嚟參觀單位啊！